大家睇呢個嘅 Facebook 啊，各方面都知道啦，就有啲爬山人士咧，就將呢個嘅我要真普選呢個嘅巨型黃色標語咧，就帶上去呢個獅子山上面，之後掛翻落嚟啦，咁樣樣，即係掛喺個獅子山上面啦。咁咁講啦，呢啲其實可以講係即係增加咗成個嘅佔領啊，或者爭取民主嘅運動咧嘅呢個多樣性啦。我覺得其實我個人覺得個多樣性係重要嘅，即係呢啲其實係一個咁一個好明顯就係一個即係一個標籤性啊，呢啲咁樣嘅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嘅。但係實際嚟講，對於成個政府嚟講係唔會達到嘅任何嘅一個壓力咯。咁所以我個人偏向都係即係如果大家都係由於呢個佔中各方面就係開始係話呢個嘅，即係會覺得公民抗命係冇問題嘅話，咁其實就應該即係佔中就除咗好似維持住而家一個基本上就係攞啲物件同埋少量嘅人去佔之外啦，咁之後打打談談談談打打咁嘅情況之下，進進退退退退進進咁樣樣，咁之下咧就加多一啲嘅即係一個唔係一個佔領式嘅公民不合作運動咁樣啦。咁即係例如咁就稅啊、差餉啊各方面咁係啦。咁啊，大家記住要交差餉啦，咁啊記住要交稅啦。咁而呢個嘅佔領呢一個其實由於有呢大量啲黑社會啊，即係除黑社會之外，亦都有一班人係啲我相信可能係一班土共啊，或者係一個土共或者係一啲比較極端嘅一啲嘅反佔中人士，佢哋就係好積極咁樣出嚟呢個嘅反佔中啦。咁啊，佢哋係即係打算係呢個嘅即係真真正正同你一班人佔啊，我出嚟拆咁樣樣。咁所以咁樣嘅情況之下嘅話，旺角其實就會好危險啦。咁如果可以嘅話，當然啦，其實基本上就係而家情況就係唔可以啦，就係將旺角呢一個呢個區啦，盡量可以就係試一試即係去下啲唔同嘅地方啦，我覺得可以。就唔好即係喺翻嗰幾條街嗰度啦。咁當然啦，呢一個係非常之困難啦，因為有一個嘅意義上嘅問題。其實而家佔中已經唔係咁單單係為咗一個嘅即係尋求一個嘅公民提名咁簡單啦。而家我覺得佔中喺香港人嚟講已經係升華到去一個嘅除咗係同呢個嘅共產黨要即係我唔可以話分家，係共產黨嘅統治就係唔得，拒絕一國只要兩制嘅一個嘅爭辯，同埋一個中國人同香港人嘅一個嘅即係香港人嘅身份係完全嘅一個嘅誕生啦，係透過呢個嘅佔中運動。係咯，咁啊，所以我覺得唔係咁簡單，係話你要清就清，你要撤就撤啦。而家已經唔係一個咁純粹嘅一樣嘢。咁係啦，咁啊後段我啊講埋呢一個嘅即係《人民報》海外版啦。咁基本上佢成篇文啊，咁講個 title 啦，咁就係佢話依法推進香港民主發展。咁其實基本上成篇文就係講話即係
中國啊、香港啊各方面咁樣啦，咁就即係香港有小批人咁樣就打住公民提名，即係公民抗命嘅旗號咁啊，非法佔中、學聯啊、出爾反爾啊，跟住之後而家香港所有嘢都係根據呢一國兩制啊，咁啊合乎國家憲法啊、基本法啊咁樣咁就全部都合法嘅，咁你而家呢班人就非法啦咁樣樣。咁樣咧，好重點提一句就非法嘅土壤係結不出民主嘅果實嘅，咁樣樣。咁跟住之後咧，就係呢啲咁樣嘅非法嘅事情咧，就阻礙咗呢個普選啦。咁樣，咁喺呢個時候咧，我要做呢個名句分享啦。咁呢個名句咧，真係都幾得意嘅嚇。在重慶被打得頭破血流的青年學生們的組織，與他們也被當局宣佈為不合法組織，妨害治安，而加以取締。反之，那些打人的暴徒是合法的組織，是有益治安，而應力加保護。這就是合法政府的合法措施，讓我們在這個不合法罪名下繼續奮鬥，一直到人民的憲法出現的一天吧。呢個新華日報1947年2月22日嘅好啦，今日我話講到呢一度啦。